我哋呢一代60後、70後，每次聽到00後話要 work-life balance，總係擰晒頭嘅。畢竟我哋喺70年代長大，嗰陣時嘅社會仲未算係好富足，大部分人咧都仍然為生活奔波，所以我哋呢一代人咧心底始終都係帶住一份好重嘅焦慮感。相反，90年代後出世嘅後生仔咧，就算唔係大富大貴，起碼溫飽完全冇問題，而且普遍有高學歷。人生除咗對物質有要求之外咧，對於心靈同埋生活方式睇法同我哋上一代好唔一樣。佢哋更加重視個人嘅邊界感，要求工作同私人生活劃分得清清楚楚，覺得工作只係生活嘅一部分，唔係全部。仲唔會好似我哋呢一代人將事業睇成第二生命，反而更加執着屬於自己嘅私人小天地。我好幸運呢幾年經常有機會同細我20-30年嘅後生仔一齊合作，無論喺我嘅團隊定喺商會入面都一樣。尤其喺商會，我唔會將自己擺喺老細或者上級嘅位置，更多嘅時候只係一個年長嘅合作夥伴。我根本唔可以強迫佢哋跟隨我嘅意願做嘢，反而要更加了解同埋尊重佢哋，先至可以得到佢哋嘅真心配合同埋真誠嘅努力。經過呢幾年同佢哋嘅合作，我開始都覺得 work-life balance 又有咩問題呢？只要工作同埋計劃達到設定嘅目標，唔一定要每日做足12個鐘，一個禮拜7日全年無休，咁先至係對工作負責嘅。其實我見過好多處於創業階段嘅後生仔，只要佢哋揾到人生嘅渴求、夢想，佢哋願意付出嘅時間同埋心力遠遠超過996。關鍵係佢哋心裏面有把尺，覺得值唔值得嘅啫。我見過好多人之所以唔想打工，選擇自己創業，其中嘅原因就係想揾多啲錢，同時有多啲私人時間，去想去嘅地方，玩想玩嘅嘢，食想食嘅嘢，同埋多啲陪伴屋企人。為咗呢個長遠目標，就算連續10年8年高強度嘅工作都絕對值得。但係如果10年又10年，去到50-60歲仲要全年無休不停做，就算事業成功，揾到大把錢，淨係得 work 冇 life，咁人生又有咩意義呢？而家已經係 AI 年代㗎啦，好多雜務都可以交俾 AI 處理。我哋呢一代有時候都要反省下，除咗要 work hard，更加要 work smart，識得同團隊合作，借力打力，俾返啲私人時間同空間自己，咁先至係長遠之道㗎嘛。我係 Anthony Liu， 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介紹更多香港年輕嘅創業家俾你認識。